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北市這件愛情的詐騙案。一個男子佇咧網絡頂熟悉一個女網友，應該是對迄個女網友真痴迷。女網友甲討要愛8萬塊處理代志，這個男子無錢，竟然牽機車到當店，講要轉機車來借錢。當店的人感覺怪怪，請警察到場勸導。但是等員警走了後，迄個男子也是咪咪唧唧，就是要借到錢。當店的人員不得不，最後只好借伊5萬塊。結果呢，真正互騙去了。兩個警察來到當店了解狀況，邊仔當店的人一直好咧甲查甫人口勸，因為是要借錢回復朋友。當店的人看到警察來甲話講清楚，就是驚查甫人拄到詐騙。和第二組的警察來去共款講袂出車，就是要借到錢。一開始都是同事去勸他了，那可是勸不動，那沒辦法，我們因為也不想借，怕借了之後產生其他問題。第一組警察來的時候，就是也是有勸說，可是他也是不聽，他覺得他的工作他可以承擔被騙的後果。代志就發生在去年12月，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7一間當店56歲的林先生，平常時在咧做洗衫的作業員，透過交朋友網站識識查某網友，講開錢就付愈濟互動，不過還佫差8萬塊，就走去當店等烏多擺，當店的人聽甲白頭甲甲，歪借錢可能罔聽，就叫警察來到現場處理。查甫人就開始編故事，佇咧現場點7點鐘，當店真無奈借5萬塊予伊。查甫人匯錢才發現啊，叫怪氣。民警到場後，向林男說明假交友真詐財，常見詐騙手法。經耐心勸說後，林男驚覺受騙，當場放棄典當及匯款。他就是一直軟磨硬泡嘛，就是想要借錢這樣。他後來是有傳訊息跟我們講說，他應該是上當了。那我們也是沒辦法多說什麼，因為畢竟借款人還是他嘛。當店的人感覺伊真還得借錢予伊，落尾嘛是真正拄到詐騙，即馬後悔嘛未付我。